哈嘍，今日分享卡地亞抹油手錶入過水，機芯生鏽，由於入水時間內未及時清理，鏽跡蔓延到甲板。機芯型號2000機芯，經典3針有日曆自動上鏈功能。手動清潔完機芯再放入自動抹油機深層清潔，專門嘅藥水能將陳年舊油清洗乾淨，為後續工作做好準備。3, 2, 1。錶面由於入水時間長，導致水汽入侵，已泛黃變色。師傅針對生鏽部分除鏽，零件再經過藥水深層清潔後，表面褪去灰暗，恢復閃亮光澤感。原本被鏽跡覆蓋嘅甲板，抹油後終於重見天日。入水對手錶影響非常大，當水汽依附喺錶面內咗，仲會令錶面變色，甚至發霉。所以大家要留意較時間後把的有冇扭實。如果出現已經入水嘅情況，可以選擇拉開把的，用紙巾將手錶包好，盡快去揾專業師傅修理，可以好大程度避免零件生鏽導致損壞嘅情況。